因为全台湾能量上旺的台南七股盐山，每当过年拢会推出大型的装置艺术来祝福大家。这回特别的是，盐山顶生出3类古水的蘑菇，悬甲看拢是6公尺的蘑菇红啊，吸引这游客眼光，纷纷来打卡翕相。还蛮特别的啦。对对啊，我觉得它这样子刚好配合那个蓝天，我来过2、3次，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很特别啦。啊，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说，因为它是很原始的东西啊，如果有装饰艺术品的话，变成可以多拍照打卡的景点，会比较好一点点。对，我还觉得还蛮特别的，我进来我就想拿来拍照了。雪地怎么可能会长菇菇哈？就觉得很奇怪。对啊。为了迎接充满希望甲梦想的2021年，北极球团用下装置艺术，以马里奥对抗魔王、拯救公主的经典画面来向前战胜疫情。会中台盐公司董事长陈启宇、总经理吴旭慧嘛特别邀请市长吴伟霆做回来抽好几条戏馆，努力宣传。哇！我们祝福2021年，我们好大吉！发挥实力，力转胜，扭转成功5颗星。大吉，勇于接纳各种变化，顺利指数5颗星。今年这个姑姑那个谐音是 good 希望说在过去1年这个疫情肆虐全球我们希望新的未来的1年一切都能好转。这个盐山的在过去年节曾经创下1年有10几万的这个游览的这个观光客来这里参观。我们希望今年韦哲市长对台南的这个各大景点在大力的在推销希望能够带动台南的观光，将台南所有的这个文化美食有趣好玩的地方都能够推广出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座盐山每年的装置艺术的发表都是地方的一大盛事。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good 姑姑能够变成一个好兆头，迎接2021。希望说借着这个好兆头，这个好姑姑也都能够再创这个休闲旅游的新高峰。尤其现在国旅大爆发，来盐山你看这样子空气好，然后又来这边欣赏这个美景，那中间又串联游客盐博盐业博物馆跟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基本上是非常好的观光轴线。也希望说借着盐山的带动，借着好姑姑的带动，能够让台南的观光，让各地的好朋友都来台南。检测有游客质疑盐山是悬空的，对此台盐表示，完全是真材实料盐所对待盐山，逐当嘛拢会开真济心力来维持，所以邀请大家拢来爬盐山看good的姑姑戏馆、平安姑姑等等。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